2026已經啟動啦，你準備好未先？講真啦，有目標真係唔難啊，最怕係有方向，但係唔知點樣行咯。每一年都有人話要重啟、要轉運、要開始新章節，但係如果你冇地圖，你就會行咗好耐都唔知去緊邊度。其實流年嘅解讀就係等同於幫你睇清楚你而家喺邊個位置，目標喺邊度，條路點樣行先係最順。最重要係邊度有坑要閃開啊嘛！你唔一定係要信命，但係一定要識路咯。今年幫大家睇嘅2026年流年運勢，就係會幫你睇晒全盤嘅能量啦，包括事業、感情、財運、人緣同埋健康，仲有宇宙俾你嘅關鍵提示啊！2026年嘅主題係重整同埋升級，即係話亂過先至會清，穩咗先至有得旺噶嘛。當然啦，你可以靠感覺去行嘅，又或者打開地圖睇清楚點行最順咯。如果你都想睇返自己2026年嘅行運路線，記得 DM 我預約去睇下2026年嘅運程啦。